大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提出其中一项政策，就是限缩外国移民。去到美国生囝了后，因的囝儿就变作是美国公民的权利，所以引起移民团体也有民主党阵营的反弹。目前华盛顿等4个州呢，做伙提起诉讼，先考到地方法院23做出裁定，全国必须要暂停执行川普政府这项新命令。对着川普政府有关限缩外国移民伫美国生囡仔了后，囡仔自动取得公民身份的权利，即阵已经有22个州总共联名提出5个诉讼案件。23由西雅图地院作出裁定，由华盛顿这4个州提出的案件是其中的一件。对着院方裁定，各级执法的单位必须要暂停执行川普政府的新指令。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是川普政府重大挫败。不过，川普本人对着出现这款的裁定无感觉意外。同时，移民政策智库的学者对法律观点出发，认为这场司法大战也有通拍落去。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1款的前半段条文，凡是伫美国出世也是规划美国，并且享有以司法管辖权之内者，为美国甲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学者指出，关键就在司法管辖权内这几字。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aying that there's a clause in the 14th Amendment that peopl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be, quot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sort of the linchpin of the legal battle that's ahead. These legal cases are probably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and they'll likely be appealed all the way up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n we'll see how they interpret the 14th Amendment. 除了有关移民所生的囡仔的公民身份问题，川普宣布重大政策也包含竞选期间一直讲到有关已经过身的美国总统甘乃迪兄弟2个人，甲有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金恩这3大暗杀事件的相关机密档案。川普也伫23签署命令，甲文件解密。另外，2004年7月13，川普伫宾州做社场合拄着刺杀，当时用身体甲川普围掉咧。被困局干员库兰得到川普亲身提拔，正做被困局局长。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